誰是垃圾？誰不捨我難過？分一丁無贈我。我喺中間佢錄緊嘅時候，我入去錄音室就即係喺出邊嗰個 recording room 嗰度時候就哇，直情係好感動。係真係即刻啲眼淚就流出嚟嘅。而家又有再有機會有另外一種啦，因為真係未試過同一隊咁專業嘅 orchestra 一齊去演繹呢隻歌咧，係 once in a lifetime， 又係只此一次嘅機會，所以好難得，好感動嘅呢次個 recording。有誰人又相信一世一生這膚淺對白？來吧，送給你，叫幾百萬人流淚過的歌，如從未聽過。誓言如幸福摩天輪，才令我因你要呼天叫地，愛那麼多。給你用力作20首，不捨不棄，還附送你愛得過火。給你賣力唱20首，真心真意，米高峰都因我動容，無人及我。你怎麼竟然說 K 歌之王是我？